看我的画呢，就山非山，水非水，树非树，真的树也不长得这样，山也不长得这样子。强烈色彩意象的巨幅画作，有企业家出600万高价收藏。好像这个东西，这个看着就很舒服的自然的形状。所以他现在要买去收藏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画的吗？这个不是画的，是水里面自然完成的。所以用水作画？对，用水作画。你会不会呢？不会。我当然不会啊！用水作画是很抽象的一种想象，哎。对。画作里感受自然的力量，画家詹阿水带我们了解他与水的共同创作。调过比例的油彩倒在水里，形成一层薄膜。你看它自己在游动，慢慢的扩散，这个我是没办法去控制它。静候片刻，颜料在水面上出现纹路和肌理。好，现在变成这一层，然后我等干了，画上去，然后再做第2层、第3层、第4层。一张画可以下水10几次。颜料的组织成分不同，在水面上的变化有差异。就是失败率很高啊，失败率很高啊。这边说你要完成一幅画的话，有时候要碰运气了。水的力量会带领灵感，绝无仅有的水中作画，让创作者深深着迷。像这个点呢，这个就是水干了以后，因为水它会排挤那个颜料，它干了以后自然成型的点。画上经年累月才能完成的作品，每一次都是此生仅有的相遇。像我很多都就让收藏走了，我要一样的，你把我画大一点，我现金100万给你，我也没有办法赚他钱啊，确实是这样啊。像做实验一样，张老师说，他每一次作画都是带着好奇和开心，而我们也从他的画里发现了全然不同的风格和魅力。唔跳的么，硬跳的，唔跳的么，硬跳的。